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夜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海军司令部在今仔举行记者会，公开海军陆战队操的意外调查结果，主要原因是海涌伤大，才会害船冰船。国本地认为有民众利用捷运月票伫咧送货，才会坐超过1万块，要求交通局进行调查，也说去引起议员的批评。中国解放军自香港军队搁再放送军事演的影片，被输咧甲吓惊，香港人是继续用无声的抗议表达反抗。海军司令部在今下晡举行记者会，针对日前海军陆战队操演发生树林顶冰船意外，对外公开初步调查结果，表示海面汹汹出大涌，才害船冰船，也摆除训练不足甲机械因素问题。因来讲到两位死去的官兵，主要原因是砸水砸死。海军陆战队初三进行联合登入作战操演，发生树林船冰船官兵摔落的意外，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那是海军司令部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初六召开记者会，判断冰船的原因是海上的变化上大的环境因素，排除是人为训练无够甲机械故障，才会造成意外发生。超远地区海象是符合突击艇海象操作的标准。8点40分。左营海域超远地区海象逐渐增强。8点48分的时候，2号艇、6号突击艇因为受到后方涌浪的推挤，导致翻覆。海军司令部指出，出海进前海上能够伫咧安全的范围以内，所以照计划出动8只突击艇，实施向滑突击定力的训练科目。想袂到伫咧早起8点48分的时阵，树林船伫咧离岸边超160公尺的所在，风速汹汹变急，一困头海涌伤大，造成2只树林船在后壁向头前意外冰船，14个人摔入海底，其中11个人家己收登去岸边，也是剩落来3个人，包括上士陈志远甲中士阿马乐。早起9点10分，伫咧离岸边20公尺的所在去互发现。错破误是到11点30才互救开。的因素，我想这个应该是排除了它被外力撞击的一个可能性跟可行性，它是应该是下去的那一刹那，它可能呛水，可能是呛水，它没有被外力或者什么击中，头部应该是没有这个状况。若是意外发生的所在，水干那150公分深，而且救生衫甲气管拢正常运作的状况之下，是安怎3个官兵无法度自救？海军司令部回应讲，可能是摔落去了后汹汹砸水，地势起波浸水，脑部欠上述分气，而且官兵有穿救生衫，佮加上海涌会无法度徛。如果你是做生意做动的状况下，加上你是有浮力的那个防弹抗板。你真的要在那个时间，你如果穿这样，你去海边站起来，你基本上你可能是站不起来。若是汉光演习的联合登陆作战操演，海军司令部表示，也是会照计划照常来进行。毋过其中突击艇的项目会暂时取消，等待重新检讨完成评估了，再过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站海军陆战队在操演的时阵发生树林顶冰船意外，造成2位官兵死亡，还有1位是轻伤，另外还有1位命在旦夕。总统蔡英文初六下晡也去到左营国军病院探视带院的官兵甲家属，也搁去到海军基地甲国军鼓励，希望因歹因为这个事件影响到国军的士气。轻轻甲家属揽一个，总统蔡英文初六下晡伫国防部长颜德发顶任的陪伴，赶去国军高雄总病院左营分院慰问因为海军陆战队操演树林船冰船意外重伤甲损失官兵的家属，而且嘛去看搁伫咧带院的官兵，表示会好好照顾家属，埋互因上好的医疗照护。我问他说，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意外呢，使得他将来服役心里有一些困难？他说不会。他恢复以后，他将会返回他的工作的岗位，继续努力。为了避免国军士气去受到影响，总统蔡英文探视伤兵甲家属了后，嘛去海军基地甲国军兄弟斗加油。我知道意外的发生，失去弟兄的伤痛，以及外界的各种声音，一定会造成影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稳住士气，坚守岗位。不幸的意外，互国军失去2个优秀的官兵，嘛互国防部长颜德发流目屎，强调讲损一个官兵，毋但是陆战队的英雄，更是国军甲国家的英雄。
若是孙一个上司陈志颖甲上兵蔡朴武检方查无涉嫌2个人遗体，确定是肚水无喘气死亡。总医院所于分院相验后，都确认2者是因为胶州帆布事故，然后导致生前落海窒息及其并发症死亡。同款是重伤的阿马勒道卡杜，虽然还搁伫咧加护病房当中，毋过已经恢复家己喘气。伊的囡仔甲家乡的亲友，嘛透过祈祷甲祝福的卡片，伫替伊加油，希望伊会当早日康复。若是初五早起，哪像因为毋甘泄露海底的同胞，佮加上家己怪罪家己转来自杀的海军高准部沈阳的军官，初六下晡检方嘛搁一届复检，详细结果会等待法医的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振兴3倍券。讲到振兴3倍券，7月15会当开始使用。不过，注文纸本的说是凭信用卡或者是电子票证搁较济。伫咧今仔日下晡4点，总注文的数量已经超过699万份，其中纸本的就占超过8成。不过，经济部伫下晡搁加一项优待，若准是民众是使用信用卡或者是电子票证去绑3倍券的人，会当抽电动奥特曼。振兴3倍券纸本券伫大批警力介护进行运送作业。8月早起11点，头一批3倍券正式送到宜兰邮局。那我们第一在宜兰，我们宜兰一共有172600份，那只是在5亿1000多万，在15号来发放。 3倍券今日邮局提早准备，运送车下道继续路南前往华东地区。花莲将送到的3倍券大约4亿9260块，台东也有4亿8600块。另外其他县市将伫近期配发，因为纸本券的数量超过有期真济。法务部长蔡清祥也特别前往桃园女子公家为民收奖金3倍券分赠作业。本来就集中在大礼堂，所以安全的借户也可以放心。 到下昼4点，纸本预购已经超过573万份，数位绑定超过126万，合计超过699万份。其中纸本预购数占完成订购3倍券人数8成以上。为了提升数位绑定人数，经济部也特别增加优惠，只要完成3倍券数位绑定，就有机会抽到GoGo。金库的绑定的贵宾，我们这个数位呢，反而可以一直预约，好，甚至到7月15之后都还可以持续绑定。今天有抽 GoGo， 应该会有帮助啦。 也毋过，多数民众认为得奖的几率无悬，加上部分所谓绑定，限价优惠根本就抢袂到，不如选纸本券，使用上简单方便，优惠也袂少。台新2万名内是会回馈10%，我一进去，它伺服器就爆了，就进不去，来不及抢到那名额。公馆商圈的可能到1比1.5，或是甚至0.2都有机会，这样拿资本也 OK 这样。 另外，其他部会首长、交通部长林佳龙选择邮局直接领，文化部长李永德较爱数位绑定，强调一机在手，直接使用，唔免排队领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股市今日开盘无到7分钟，大盘就来到12000点，尾场大盘起207点，收在12116.7点。另外，新台票也起真悬，不过尾盘央行有进场，落尾收在29.551块换美金1块，这是这2年来上界悬的。 资金行情发降，台北股市早盘小起开市了后，指数一路行悬，开盘无到7分钟，大盘就徛就12000点的大关。盘中伫台积电、大立光、甲鸿海等宽达股领起之下，大盘中场大起207.54点，收伫12116.7点，成交量达到2483.95亿。 加权指数强要对比今年1月封关前的12118点。在这样疫情的阶段，我们台湾维持的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啊。我们的经济 GDP 呢，虽然有受到一点影响，但是因为资金效果的这种产生的水涨船高的效果，会让股市不断的推升。 到底今年武汉肺炎疫情扩散全球了后，也为资本市场带来重大冲击。台股大盘搁较伫3月19跌破10年线，来到8523点，创2016年8月以来的新低。了后，搁得到美股止跌反弹。
近期更加因为市场信心有够，加上目前公布营收的公司表现袂歹，也带动指数已经连续5天收红。随着美金加着国际热钱继续涌入亚洲，代票再度清悬，早盘以29.605块换一美金，升达0.4分开出了后，盘中一度冲悬超过2角，呈现国会响起，尾盘伫央行进场之下，将场收伫29.551块换1块美金，超过2年新高。这个热钱进来太多哈，对整体的经济、国家经济是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股市的钱炒完了以后呢，短时间他还不想离开，那不想离开以后怎么办呢？就来炒其他的标的物。那你把汇率一直炒高，炒高了以后呢，这些人赚的钱就越薄了。学者认为，伫欧美疫情继续加香港政局不安，热钱一直涌入台北股汇市，确实对指数有一定的支持力。也毋过，代表一直承担，颠倒会互国内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受到影响，要如何伫这中间取得平衡点，将是政府后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香港。香港的国安法施行了后，中国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搁再对外发布宣传影片，展现部队的军事实力，袂输要共戏行共款。也因为国安法施行了后，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不过，香港人是继续用无声的抗议表达因的诉求。另外，民主派也要拼9月的立法会选举，目标是要拼过半。用来一弹，随便弹出手榴弹，路弹区一时水喷起来，对大雨中拍伫拢乖乖草皮射击。强调部队有实打实斗的能力。解放军驻港部队册啦，佮发布宣传底片，戏件艺术十足。感觉国安法生效，香港警务处成立国家安全处处长梁炳强认为，感觉国安法伫香港已经发挥正经的力量。曾经表示能够和犯罪的年轻人一起被捕，感到骄傲的人。现在告诉你，港独主张很危险，现在叫你不要使用暴力，更表示要推出社运。国安法上路，港府已经宣布，包括香港独立、讲好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也是标语，拢可能触发比例。未少民众表达抗议方式变成牙白纸。车内的抗议人数无济，也引起港警关切，也尤其封锁线搜查示威者。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莫克对国安法侵害人民自由无认同。U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erod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coercion and self-censorship is a tragedy for Hong Kong. 在国安法压力的气氛之下，泛民派拼9月立法会选举出伫过半席次。1礼拜6举行初选，负责统筹协调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陈耀典呼吁爱踊跃投票。独立参选的前香港政治秘書長吳志峰也大力吹片。喺初選嘅投票日，我個人會唔會已經係被送中？但無論如何，我好懇請各位九龍東嘅選民係可以繼續係參與初選投票。咁但係我自己都好希望咧，市民咧就唔好被恐懼咧，係即係令到大家乜嘢都唔敢去做。吳志峰甲周庭等人也因為6日以包圍警政事件伫車內出庭應訊，周庭當庭認罪，王志峰否認全部的罪。另外，正騎機車衝撞港警的23歲男子是頭一件涉及違反港版國安法的被告。車內伫港警介護坐輪椅出庭應訊，法官最後裁示拒絕保釋申請並且還押。記者綜合報道。接下来，咱来关心日本。日本的九州这几日两日落大水雨，伫新本市尚无造成27个人死亡。另外，伫鹿儿岛甲强境，初六透早阁落大水雨，有的所在一日的雨水就超过7月一个月平均雨水量。这3个县市也需发布第4级的避难指示。鹿儿岛县以早市真有名的观光景点，占木水墙，水是流甲真紧，而且水位嘛，伫要甲12公尺悬的水墙同款。这个所在初5到初624小时以来降287.5毫米的雨，甲去年10月份的画面对比起来，原本和做东方尼加拉水墙的景致完全看不出来。因为黄酸雨的方面滞留，九州南部鹿儿岛县甲宫崎县，初六半暝开始，就小连续来上大雨。鹿儿岛的鹿湖市半暝出现1点钟109.5毫米的雨，创历史的纪录。排水坑变做一个倒灌的小水泉，24小时的累积雨量是要到457毫米。真侪民众发出厝淹水的救命信息。鹿儿岛县这个地区一天以来，各降超过平常时7月份几个月的雨量。若是伫咧宫崎县的串监市。
初六半暝嘛出现破纪录的1点钟的雨量120毫米。当地本城穿越爆发是淹水，政府发出差不多是最高层级的警戒，淹水发生警报，呼吁民众注意安全。这波强烈的黄霜雨方面，初时开始先对新本县造成9条河川淹水，历史几10个人死亡还是失踪。初六当地雨势有较少，毋过土石流等等的灾害危险性也是真悬。灾害过了后，四界密密麻麻，真侪民众接到特例的通知了后，前往避难所。政府是加强消毒甲安全距离，预防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跌拖。中央是派警消自卫队点等4万的卡手前往救助，以救命为優先。九州付近では前線がだんだん北に上がりまして、対馬海峡付近に明日にかけて停滞すると。气象单位预测，九州四国地区到初七也是有可能有部分出现大水雨。毋过对方面向北边去，九州的长崎、佐贺、福冈3个县是发布第5级最高层级的大雨特别警报。经过大规模的灾害特别瓦解，爱采取保护家己性命的最佳行动方案。初八拜三开始，后面会停留伫咧本州地区，预计出现大规模的落雨，而且1点钟的雨量会超过80毫米的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今仔透早，台北市长郭文德进行交通汇报，讲有民众讲利用1280块的月票，一直坐捷运坐超过1万块，怀疑这寡人是利用捷运伫咧送货，要求交通局就要针对若准是坐超过3000块的人进行调查。这款言论也随即引起哪力机关的批评。城北市推出1280块食到饱的方案的月票，30天以内会当无限制搭公车或者是捷运。不过，少有人使用超过1万块，互台北市长郭文德是真好奇。还佫质疑讲，敢是利用捷运伫咧做生意？伫咧初6的交通汇报顶悬，要求交通局调查伊坐车的路线，尤其是坐超过3000块以上的民众。就是有人利用捷运在做坏事。这个状况并没有说是一个持续性的情形。每个月如果搭乘到3000块以上，大概占整体来讲使用定期票大概1%到2%左右。交通局强调讲，这1万块的是个案，月票平均一个人差不多是用1600块，是讲要查用量较侪的民众，因坐过的路线，和哪里的市议员批评讲，郭文德伤过当生。政府愿意去精进跟改善这个政策是好事，但是千万不要搞错方向。感觉说柯文哲这个政策是开了饭店怕人家吃，感觉起来你是小家子气啦，小里小气的。郭文德认为讲，市议会当初有规定，一种280块食到饱月票的政策，7办2年了后爱检讨。伊认为这个政策要算成功，不过郭文德对中央的3倍券嘛有真侪的意见，伊批评进行券无啥物效果。你要1000块换成3000块，当然我很高兴啊。我讲嘛，这个政策有没有哪一个有头有脸的经济学家出来替他背书，说这个对振兴经济是有用的？你是找一个学术界的大佬来讲啊。虽然资本3倍券的人已经超过500万人，不过郭文德是以强心剂来形容，甲强心剂透薄100倍，用5个半月的时间慢慢啊治，甲强心剂一针注落的效果无同款。伊认为讲，落尾会变做硬性消费，并无刺激产业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咱来看台中。台中捷运已经完工啊！台中市长罗秀燕初6透早也亲身去到北屯捷运机场视察，也宣布票价甲当时要通车，按算对于后个月开始就进行初步会勘。不过台中捷运只有1条绿线，就算一开始一日有4万人次去坐，敢若卖票也有可能会了钱。今日要车手台中市长罗秀燕透过对讲机甲工作人员讲话。绿线能够顺利的完工通车，市民朋友交通大发达。台中市议会甲市府官员初6早起去北屯捷运机场视察台中捷运完工了后的状况，相关的机电甲轨道的运作拢做过完整的测试。台中市长罗秀燕正式对外宣布，后个月底进行初步勘查，若是一切顺利，年底得当通车。我们的起跳价是20块钱那每2公里再加5块钱，我们会组成机电。土建、营运等等的团队准备好这个初勘的这个作业台中捷运绿线到北屯总站到高铁台中站，总共有18站。若是民众想要到乌日高铁到文心森林公园，票价是25块。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有比其他的县市的捷运更较少一寡。交通运输专家是提醒，伫咧通车营运进前，爱甲接驳的路网规划做好，就算营运初期会当达到一天4万人次的运量。
毋过一条路线运量较少会了钱。起点要到终点的话，可能要透过一些复合运输的转运跟接驳，这个捷运的运量大概预估会有多少？然后呢，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票价结构的话，基本上如果在运量比较低的情况下，我相信一定是入不敷出的了哈。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看我们可以撑多少时间，然后慢慢的把运量养成。台中捷运绿线自民国98年10月份开始动工，预计109年年底通车。专家提醒，伫咧欢喜迎接要通车的时阵，唔知影台中捷运敢会头啊兴兴，背啊冷冷，到时阵才是台中市政府挑战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热天甲秋天，真侪人会去爬山，其中玉山的主峰山是上界抢市的。玉管处也利用电脑抽考做处理，不过对今年正月到呾有1300多人有抽到，却拢无来。玉管处也拍算讲，要用乌名单的方式，限制即寡有抽到却无来的人，这半年来袂当上山。登上玉山上顶面看群山，享受高山的景致甲视野，是真侪山友一定会行的行程。也互入园申请的名额真热门，也毋过根据玉管处的统计，自今年1月到呾有1300多名的山友提出申请，却无来。即马用松约条款，可能半年来无法度个申请。无故不入园的时候，那他等于是占掉了这样的一个名额跟机会。玉管处表示，因为总量管制甲安全，入山者拢需要上网登记，搁以电脑抽签。下手是登山的大会，名额搁较是小济。像单讲也是过暝登玉山，拢会经过排云山庄，大数上限是116人，名额是非常的珍贵。也毋过因为抽签不简单，有登山团体对用人海建设，却也压缩其他山友的机会。你有报名，可是你并没有被抽签到的话，那有时候可能会用其他的人员的名额来顶替。玉管处表示，就算单讲也爱到排云山庄核准身份，若讲袂当来，上晚爱伫登山前一天伫网络促销。伫台东南海岸嘉明梅池近来爆发游客潮，空勤总队初5伫进行救援任务时，发现伫海拔3110公尺的嘉明梅池，满满拢是人甲步棚，也毋过游客伫遮扎营，目前无法可管。没有进行任何的管制，所以每年近年上山的人次，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台东林管处表示，嘉明梅池位伫嘉明湖西南方的草原岸部，是前往嘉明湖的必经点，也毋过无伫国家步道的范围内。目前总量管制只是针对辖内2座大树的山岳，对无申请入山的登山客无法可管。其他山友烦恼，大量金条对高山生态恐惊会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先咱来关心美国疫情。美国初4伫咧办国庆，虽然国庆假期真侪城市拢取消放烟火活动，不过初1到初5这5天就增加255000多人确诊。另外，来自32个国家有239位专家也警告讲，不发肺炎的病毒有在着活伫空气当中，若准是喘气就有机会感染，因也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就要修正防疫规定。根据美国各地通报的数字，毋若确定感染新冠病毒累积的人数继续伫咧升悬。就算靠除已经复原出院，或者是不幸来往生的患者，伫咧治疗当中的患者总人数嘛同款伫咧升悬。确诊人数上侪纽约州，为过一日新增加病例趋势的度来看，已经连续个月保持真低的水准。路透社的报道表示，包括目前累积确诊病例第2名到第4名的加州、德州甲佛州，另外也有伫咧落基山区的亚利桑那州。这个所在拢伫咧7月份的头5天，确诊的病例雄伫头增加。比如讲，佛州伫咧7月初4，美国的国庆日迄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就超过11400个人，比加州过一日上悬的记录7月初2 9300个人还佫较侪。另外，德州州政府虽然规定讲伫咧公共场合爱强制挂喙罨，不过7月份的头5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也是有33600多人，其中佫以7月初1 8200多人上侪。针对各国各地方政府推动封城、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疫情敢若无较长好的现象。有以32个国家内的239个专家，按算伫咧后礼拜，伫咧专业的期刊刊因研究的结论。外国媒体引用这个专家的讲法指出，无论是带原者拍卡唱，或者是单纯喘气所造出来的细粒烂手，伫咧室内可能随时浮伫咧空气当中。任何个人入去室内喘气的时阵，若触到这个带病毒的烂手，就会去互划着。专家伫咧刊文章进前，
联名写公开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要求 WHO 修改防疫的建议事项。不过 WHO 认为讲，病毒附伫咧烂手顶悬，由空气来传播，虽然有其他的可能性，不过欠具体的事情会当证明专家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直直增加的国家，唔哪只有美国，而且印度也是。印度卫生部初日公布增加24000人确诊，总感染人数也要到70万人，死亡人数也要活到2万人啊！目前已是世界第3严重国家。印度各主要的城市疫情严重恶化，新德里甲孟买拢有10万个病例。新德里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有3000人，孟买是要5000人。为着因应新增加的新冠病毒患者，新德里设立一个新的临时专责病院，有1万个病床。其他的城市是强化行动的限制。有批评的声音讲，印度的检测量伤少，地区根本就无法度判断疫情真实的面貌。डर बहुत है सर, लेकिन बाहर भी निकलना पड़ रहा है मजबूरी में तो। अब डर तो है ही, दुनिया को जान का डर है, सबको डर है, लेकिन काम भी जरूरी। 新德里上大治疗新冠肺炎的病院，为着要让患者会当安心接受治疗，设立视讯通话设施，患者会当透过 iPad、甲手机啊，甲来探病的亲人做视讯。不过，互外界感觉不飒飒的是，家属敢袂当伫咧厝里，都爱亲身去甲病院才会当做视讯。互探病的亲人走去病院，敢袂增加因感染的风险。And most of the times, relatives are not aware how is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We are not able to explain it to them also. So it's better to see them with their own eyes. 印度文化部下底所有关公的古迹，原本按算伫咧初6重新搁开放，为3月17关起来到大的泰姬玛哈陵嘛伫咧名单内底。不过过去这4天，泰姬玛哈陵北边的阿格拉新增加55个新冠病例，而且有71个区域封列做控制区。为着安全，阿格拉政府初5宣布取消泰姬玛哈陵甲境内所有景点重新启动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澳洲甲西班牙部分地区，因为疫情探翻头，煞开始重新实行封城禁令。在澳洲的墨尔本病例是一再增加出来，唔那限制民众出外，也要开始封锁边界啊。另外，在西班牙的驻地区加泰隆尼亚甲加利西亚，拢有疫情出现，当地的政府也宣布讲要封城5天。就算是拜6礼拜行路的民众嘛无偌济。西班牙顶个月头一个解封的地区加利西亚驻地区发生真侪件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北海华卢戈地区的艾玛利纳镇，从初5半暝开始，搁一改封城5天。当这消息了后，有真侪游客返路行程会去受到影响。Nosotros venimos de Madrid, podemos quedarnos hasta el viernes que viene, pero queremos saber si se puede salir el viernes que viene. Si tenemos que ir a trabajar, cómo tenemos que hacer, o si esto se corta ahí el viernes o continúa. 目前加利西亚驻地区超有半数的确诊病例拢伫咧卢戈，大部分拢搁甲酒吧有关系。新的封城令估计去影响到7万人。前一天东北部的加泰隆尼亚驻地区有20万居民的塞格利亚，嘛因为病例增加，转来重新封锁。Pues ha sido de sorpresa, sí, nos ha pillado, estábamos en la torre, bueno, que se llama la torre a la finca. 禁令唔那禁止民众出入，佮包括袂当进行超过10个人以上的聚会，袂当去长照中心，出门必须要挂嘴啊。过去3礼拜以来，西班牙地被死亡的病例是降低真济，毋过才重新向国外开放边境短短2礼拜尔，就各有地区因为疫情压起来转来封锁。疫情有警报的，还有澳洲大城墨尔本。Locked inside, residents of 9 public housing towers are facing a grim reality. 维多利亚州初时新增加病例超过100例，其中30件案件甲墨尔本的个民主体有关系。北墨尔本和佛雷明顿地区超有3000个公寓居民，拄初时下晡开始禁止出门，敢若有要食事甲做工课会当离开大楼。4个位啊上无5摆经历伫遐驻守，以防有人违反禁令。I don't for a moment underestimate how challenging, how traumatic in some respects that will be for those 3,000 residents. 维多利亚州长伫咧记者会指出，禁令尚未实施5天，毋过嘛坦白讲，上长有可能实施2礼拜。相反，因为病例增加真济，初7半暝开始，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斯省的边界会实施100年以来头一届的封锁令。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团车衫徛伫立法院门口，要抗议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菊，却因为人数真济，去互台湾基进的立委陈碧仪，以及着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这阵人内面有来路不明的人来收听。这款言论也引起国民党团号召所有的立委助理伫立法院穿乌衫表达不满，要求因爱道歉。不过陈碧仪伫面册回应讲，批评国民党甲重点忽唔对，这场助理的抗议活动根本就是傲气一病。超过100外的国民党团国会助理穿乌衫，早起伫咧立法院议场头前抗议，甲手lin的助理证掠互官员表达因的不满，因为台湾基进党陈碧仪车衫伫咧人面册铺国民党抗议的相片，讲着拿赢找穿乌衫的人去立法院的外口，要反对监察院院长提名人陈菊。也若王定宇嘛，放真侪张相片，讲国民党找真侪来路不明的人士去立法院乱。不过因讲的穿乌衫的人，其实全部拢是拿赢立委的助理。我们不是酒店卫士，我们也不是黑衣人。今天穿着的黑色衣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抗议。然后呢，我们希望说2位委员不要再用抹黑，你们用你们的网络声量抹黑助理，用以大欺小的方式，我们深深以为不耻。而且躲在键盘后面来抹黑人，坦白讲，在我来看，是一个臭事啊！国民党团要求陈碧仪甲王定宇一家人爱随会室的，嘛批评因讲是大汉的欺负细汉的，敢若假币伫咧电脑甲键盘的后壁，利用因家己网络的声量作恶霸凌。也若王定宇嘛针对这点来反击。现在还敢站出来，用助理站到第一线，这些国民党团的助理越这样表现，只越凸显一件事情：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实在是用功又没有战力，只是把助理推上第一线的无能惯老板。王定宇强调讲，无论是伫咧议事厅，或者是立法院内底，便若是有议事攻防、协商，或者是激烈的冲突，拢应该是由委员甲委员之间来处理，助理并无权力来介入，认为国民党带领助理来主动，若是无适当，嘛违反国会运作的原则。也若陈碧仪伫咧人面册回应讲，国民党派100外人出来抗议，结果煞捂唔到重点，敢若化工霸凌。伊强调讲，任何的委员拢无应该找任何的人来包围国会，嘛批评讲，这场抗议的活动根本就是一出傲气。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香港有一位30外岁菲律宾的小姐，经过台湾登到香港，却检出无核肺炎。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这位菲律宾的小姐经过台湾的时间无到2点钟，应该是伫菲律宾着染病。桃园机场顶个月2号开放旅客转机了后，传出第一位转机的旅客确诊武汉肺炎。确诊的患者是30外岁女性菲律宾移工，伊7月初3为菲律宾马尼拉坐中型航空班机到桃园机场，然后过去香港，加工确诊。伊伫桃机停留时间只有1点钟36分。他的感染的时间点应该在4天前，平均大概是4天前，绝对不是在台湾转机的时候被感染。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在更前面。如果他是从菲律宾飞过来的话呢，那比较有可能的地点是在菲律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个案伫这班机前后2排旅客拢无台湾籍的旅客，而且伫台湾停留时间真短，判断应该是伫菲律宾被围着。目前伫桃机转机人数无济，而且地勤人员拢做好防护装备，所以无需要列出国家隔离对象。整个地勤人员，事实上他们都有非常好的保护。就是有戴护目镜、手套跟口罩哦，所以整个应该说我们目前追踪机组员还有这个地勤人员的部分都不会列为我们的隔离的对象。根据桃机统计，最近桃机逐工转机的旅客人数差不多是300外人。指挥中心强调，目前限制转机停留时间伫8点钟之内。旅客落飞机了后，有独立动线区域，乃是需要食物件、买物件，要专人伫专程监护之下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疫苗，全世界拢在拼速度。台湾有4大间药厂投入开发，不过煞有风声讲，食药署要求厂商第2期要有3000个实验个案。国家也烦恼讲会延迟着开发的速度。食药署也强调讲，试验个案的数量会当去讨论，就看大家的开发速度来做调整。
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滚价，各国拢赶紧脚步伫咧研发疫苗。台湾嘛有4大药厂都入去开发，其中各国先期甲高端疫苗脚步上紧，拢已经完成动物试验，准备要进入第1期的人体临床试验。毋过所传出食药署要求第2期必须要有3000个试验个案，比原本一般试验的10倍的人更较侪，嘛互外界烦恼讲，可能会去拖累国内疫苗的时间。有发生疫情的地方做实验才比较容易看得到嘛。那因为现在台湾就你想的，台湾的现在疫情少，当然要在台湾做这种实验是不太容易嘛。国公先期表示，后个月进入第1期人体临床试验，预计收案60至70人，主要是要看受试者3礼拜了后，敢是会产生抗体副作用等等。预计10月份进入第2期，会收案3000人，固定药剂来治疗后，再个抽血看卖人体免疫的反应状况。到时阵会当甲国外大型的实验性，也是3期研究数据对比参考，综合判断2期敢是有效而且安全。疫苗临床试验呢，原则上会比一般的药品临床试验受试者收得多，因为它可能是一个预防性的产品，那会希望能够比较多受试者来观察一下它的安全性。另外，有学者建议政府会当照国外紧急使用授权 EUA 的方式来加速疫苗的开发，安尼才会附伫咧今年秋冬第2波疫情来进前，准备好疫苗予台湾人来做。毋过是药署强调讲，也是需要经过专家会议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江滨工业区的仑背东区，当咧安铺水的太阳能板，毋过若是撞到靠楼尾，一寡太阳能板拢会打伫沙坡。就环保团体认为讲，安尼做会破坏海保的生态，也认为讲，遮大件的太阳能发电案，乃安怎无做环境的评估呢？彰化县政府表示讲，工业区内无需要做环评。伫咧海坪顶悬，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铺动式太阳能光电板的设置。桥梁式的建筑，就是输电缆线的基础。伫咧江滨的仑背东光电特定专区，面积有347公顷。今年车只动工来做，毋过环保人士发现，靠楼的时阵，光电板的大面积缀伫咧海坪顶悬，安尼可能会去影响到环境生态。他们说不会影响生态，不可能，是因为它整个退潮之后，整个是会压到潮间带上面。那太阳能板其实是它会挡住太阳的行光合作用，它其实会影响到下面的潮间带。何讲是自然工法，毋过环保团体看起来说是生态杀手。这款的开发案，是安怎无需要进行环境评估？彰化县政府回应讲，水面型的光电板这个案场，地幕顶悬算是江滨工业区的一部分。靠楼的时阵，才会出现的铺覆地无浸挖海穴，无算是海坪的部分。环评案已经通过30年了，那你现在业者你要拉出来说我要盖太阳能板，如果要依照环评法，其实它应该是要做环境差异分析及减轻对策的，但是其实我们就看不到这样子的法规进来，是说很简单的只是一个备查。但是它现在所施设的范围就在彰滨工业区的范围内，它只是还没有完成相关的填海造地的作业而已，依照现况去做太阳光电的设施的使用。它是在目前工业区的丁种建筑用地内下去做的。环保团体指出，内政部伫2017年公告的海坪，就包括仑背东区，毋过蒋经国的时代，早就已经甲伊核定做工业区。30年以来，海边的环境已经有真大的变化。海坪地有生态保存甲环境调节的功能，希望政府伫咧经济开发甲环保之间，会当做出对两边拢好的决策。记者综合报道。中经院的研究团队伫去年证实大屯山是一座活火山，1万年以来拢有可能喷发。中央气象局也表示讲，已经规划完成火山喷发信息，会分做青、黄、红3种特区。若准是要喷发，就用简讯通知民众，互大家量早疏开。去年中研院研究团队的研究指出，大屯火山甲龟山都是活火山。佮讲大屯火山群出现若像动物心跳这款周期性的地动，研判大屯山1万年以来有喷发的可能。就算学界大部分拢认为讲，抑搁伫咧休眠的状态，毋过也是需要观察注意。行政院嘛已经核定火山灾防计划，由气象局建立火山喷发的预警经济。因为召集人是中央气象局的局长，活动的异常现象也更激烈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召开这个火山专家咨询会议，改为红色的，也就是2级的这个火山的灯号。
气象局地动气部中心表示，目前已经规划青黄红三级警示，其中青灯的状态表示状况正常，黄灯是一级注意，表示观测数值出现无正常，红灯是二级警戒，表示讲火山的数值明显无正常，评估有喷发的可能性，也是讲已经有喷发的现象。若是出现黄灯、红灯，得透过细胞电信来向全国发布警讯。火山的喷发它是绝对是可以预测的，甚至3个月前，有的还可以在半年前，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它的迹象。地动气部中心表示，大屯火山的活动多加，爱民众唔免惊吓，但是无代表讲绝对无喷发的可能。目前已经有设登记观测单位，包括地调所，还有科技部辖下的大屯火山观测站，还有气象局拢会监测火山活动的相关数值。若是有无正常，火山专家咨询小组会提早发布电话来警示，赶紧疏散也是撤离，避免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最近出现白色的冰刷出变做是粉红色的。就专家认为讲是一种藻类的海草地鼠的，详细变粉红色的原因也等咧调查。这是意大利北部瓦瑞斯边界阿尔卑斯山区真有名的观光胜地加维亚隘口。因为规年冬天拢有雪，是袂少登山客介意爬山的所在。不过最近在地人发现讲，原本应该是白色的雪，竟然出现粉红色。专家讲，这是因为冰草雪所造成的，伊本身并无败害，不过造成的环境效益是咱爱提防的。L'alga non è pericolosa, l'alga è un fenomeno naturale che si sviluppa durante i mesi estivi e primaverili alle medie latitudini ma anche ai poli. 冰草雪会当分做生伫海面，抑阁生伫陆面的。海冰草雪会出现伫咧极地海面，伫咧水1000米到4000米深的所在，提供重要的基础营养，是海底食物链的来源之一。也若陆地冰草雪是会伫咧长期结冰的冰河地区，会伫冰的表面出现粉红色色水的变化，也就是人讲西瓜雪的现象。这对冰河的环境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代志。Tutto quello che scurisce la neve ne provoca la fusione perché ne accelera l'assorbimento di radiazione. 为了阻挡日头的辐射，中国月就有工作人员伫咧雪顶悬铺真大片的防水布棚，希望会当降低雪扬起的量甲速度。不过专家更较好奇的是，即届发现的陆地冰草雪，甲格陵兰的海冰草雪真相像，因为两个所在是隔几千公里远，而且格陵兰的海冰草雪是生伫咧1000米至4000米深的海面。伊是安怎搬山过岭，去到海拔2600多公尺的意大利北部山区，是专家真想要了解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古水的大鸟鸫园啊，今日要改做7岁生日咯。今日拄好是鸫鸟馆休馆的日子，不过动物园也做真侪介意鸫鸟民众做伙来甲伊过生日。大鸟鸫园迎接7岁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准备烘臭豆腐、大肠、包小肠，也有水果、甘蔗做的珍珠奶茶等7种真有代味的台湾小食，也有特别的生日鸡卵糕为园来做生日。元仔最近就是有少女情怀，所以他跟妈妈一样，就有一点点假孕的症状，所以他还在假孕的尾巴，所以对于食物的品相或者是吃的时间点，都会比较挑剔，所以也很抱歉没有办法看到以往这个更小的时候这种直接扑倒大吃大喝的画面，今天就没有办法。因为园无亲像过去共款大食大饮，也有人真烦恼，是毋是因为妈妈伫6月28生伊的妹妹，才互伊食醋？院方指出，这是因为家有新才会食较少。虽然初六这一天都是大鸟鸫馆休困，不过要求近100人来参加夜港部加四川恶龙的保育员连线，也有民众是特别排班休困，就是要来甲园庆生。新竹来哦，祝元仔生日快乐，然后祝福大家很高兴可以当姐姐这样子，因为她有个妹妹了。第一次知道她要过生日，有举办活动，然后就想过来，就是开心一下。祝她生日快乐，然后祝她身体健康。另外，外界关心园的交配款项，园方表示会伫11月专家会议讨论。伊的小妹空喙状况真好，体重、肤色甲毛拢是正常，会心情评估，看如何互母女2个人团圆。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挂稻仔尾是捡人便的，毋过即马伫中华芳苑，所有人甲规个稻仔隆重挂掉。即马是早冬稻仔收成的日子，毋过伫中华芳苑所发现讲有农民的稻仔去互别人偷收去，报警了后才发现讲是的朋友无经过伊本人的同意就共收去啊，警方也甲移送法办。另外伫苗栗也发生农民伫咧种地时阵发生意外，找到人的时阵也已经拢无开啊。原本黄吟吟、佫8岁的稻仔，即马规个光噜噜，农民看了是真生气，佫无奈。明明佫几工仔就要收成，即马煞疑似变做贼仔下手的目标，互附近的农民真紧张，敢会是偷挂稻仔的集团所为？今天我遇过，你遇过怎么样？遇过不敢偷。阮就要同时讲要挂你的稻仔。最近当是早冬稻仔收成的时机，中华芳苑煞传出疑似稻仔去互偷挂的情形。细细的农民种4分白的稻仔，原本按算初6要挂稻仔，毋过煞伫咧初4的时阵，发现稻仔全部拢无去。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已经找到疑似偷挂稻仔的男性。实行农民有向他表示，这一块田如果稻子成熟就可以收割。那但是他在收割之前没有经过征得实行农民的同意。警方表示，这个偷挂的稻仔差不多有6000多斤。偷挂稻仔的人甲农民虽然是朋友的关系，不过因为稻仔已经互伊卖去，落尾警方以窃盗罪甲移送法办。另外，伫咧苗栗头屋有一个男性种地时阵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伫咧暗时赶去苗栗头屋这个山区，涂骹有真侪所在拢已经烧甲臭灰焦，就连挂草机嘛烧歹去。有一个姓黄的64岁的男性倒伫咧边啊，家属甲警方报案讲，初4姓黄的男性去山顶种地了后就无转去。警察半暝接到报案，初5发现这个男性分尸几个所在烧着伤，已经死亡。该处山坡地大面积杂草都燃烧殆尽，研判有可能是浓烟导致当事人闪避不及。警方初步排除伊是去用抬死的。警方认为讲，这个男性烧草的时阵有去砸着伤，或者是天气伤热着沙，所以身体无爽快。提醒民众，温度真悬的时阵，若要做事，除了预防拍着伤以外，嘛要避免大面积的炭烧来引发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好烤，互你大家晒流，这句话恁捌听过？毋过烤这款动物人间捌看过咧。烤这款动物号做活化石，除了伫金门，在云嘉南海域也是有。昨伫恒春也有一位渔民掠到一只5斤的烤。另外伫嘉义堡地环保局也当咧争取经费，希望起一个烤的保育馆来保育强被断种的烤。透过控制咸度的海水来饲校，嘉义县保地新营国小是嘉义县目前提供校保育教育的学校。嘉义县环保局向林园局申请太阳能回馈金，要伫咧做后保育的新营国小后生态保育馆。它的一个效益呢，其实就是可以开放给我们全县甚至全国各地对于这样子后保育有兴趣的学校呢，都能够来了解在后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古生物的一个特性那进而达到我们保育的一个目标。嘉义县生态环境保育协会长期伫布地沿海做幼鳌复育的调查，去年佫发现14只幼鳌是台湾本岛4年来再度出现的野生幼鳌。协会就表示，环境的保护甲鳌的生长有密切的关系。很多国家都还不敢把后列入保育类，因为一旦列入使用后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大的困境。这个物种已经快没有了，又没办法去保育它，然后要做人工复育，其实难度也相当高。嘉义县政府环保局指出，保育馆的预算总共是3000多万，会分3期来建设。这个鳌保育馆完工以后，嘛是台湾本岛内第一个唯一做鳌复育的场所，对教育沿海环境甲鳌的生态，拢有当提供更较完整的教育功能。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真侪人去到泰国观光，拢会去看象。不过，国际动保团体最近公布一段偷翕影片，显示一寡细只象仔囝细汉的时阵，就要强迫伊离开妈妈的身躯边，关伫笼仔内，人类用各种液态方式要求这寡象仔囝来替因做代志。看到2岁的象仔囝，互嫂仔套伫阿妈棍带伫身边。
像母一直害着长长的片仔发出受气的声音。总部设伫伦敦的世界动物保护组织最近公布2018年12月到今年的1月，以稳重性连续记伫泰国秘密翕的影片，表演像训练过程种种无人道的内幕。为了互青蛙囝乖乖听话，从此就可能看袂到母亲，已经心灵受伤的青蛙囝，刷落来会绑着关伫竹仔固定的范围，也会带到吵闹的路上涉入人声。若讲无乖，孙像师会用狗仔敲头，致使闹血。这画面连动保人士看了，拢非常的唔甘甲心痛。To have the sharp hooks, scratching on their foreheads until it's bloody. Is it not only physically that they are hurting, but you are killing their soul. It aims at establishing complete dominance over the elephant calf through a mixture of punishment, restraint, but also some rewards. It does lead to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amage, but the aim is to get the elephant to understand that disobeying people is painful. 利用鞭打苦头也是上事务正顶，温为并行的手法。像我囝最后爱学晓用后骹徛起来，用片仔海呼啦圈，爱过爱学投篮、抓笔画图，也过爱提供听唱服务。参与员工演出的唱，无听到影底真侪破声甲欢呼声，也毋过游客毋知影因的心内可能在流血。It's the demand for elephant rights and the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elephants, such as washing and bathing, that's really driving these practices. And thus, it's the travel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that needs to put a stop to this. 也因为泰国渐渐解禁，今这一段时间的唱观光活动即将要开始，也代表苦度训练ក៏将要恢复。动保团体公布这个训练影片，目的就是希望游客较少参与这类的观光活动，唔通互唱ក៏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阵伫欧洲的台湾人无受到疫情风险限制，因这3个月以来，逐个礼拜拢用线顶视讯交流，举办空中台语教室。这群人有的人伫英国、法国，有的人伫瑞士，因做伙练台语，也做伙解乡愁。感觉讲有讲台语的时阵，你较有感觉到家己是一个台湾人。你唯一甲台湾这片土地有连结的一项物。逐礼拜透早，一阵伫欧洲的台湾人，就会透过线顶的视讯来用台语开讲。目的就是互大家拢用台语来开讲就对啊。提供互大家有一个会当讲台语的环境。人伫咧他乡要听到熟悉腔口是无简单。空中台语教室连接伫咧英国、法国、瑞典等等所在的台湾人，提供一个练习听台语、讲台语的环境。是台湾人，毋过我台语讲甲足袂认得，所以我是希望讲有一天使用台语甲人像我讲中文、讲英语、讲法语安尼甲人讲话。欧洲因为疫情锁国封城，颠倒互各地台湾人逐礼拜来线顶约会已经3个月啊！伫台湾加入讨论的林建定表示，真佩服因的行动力。出去到欧洲，出去到什么所在，我想要讲，我感觉讲，这真好，爱遮尔认真吼，去招人啊，超时间，这我感觉讲，我若会当参加，尽量想要加讲两句啊。其实，伫这款线顶的台语讨论进程，英国的 Manchester 逐个月捌拢会办语言交换的活动，互各国的人做伙来学中文、讲台语。我少年的是来英国。大家好，我是台湾人，但是我的台语无认得。接落来，空中台语教室捌规划一系列的线顶课程，突破各个无共时间的障碍，做伙为罗马拼音开始学起，就是要甲台语的基础拍好在。大家捌期待疫情过去，会当恢复实体的语言交换活动。记者尤金林昆明台北报道。公司台语台开台也已经满1年了，我也特别规划一部台语纪录片，合作即间厝迄个人，内容是对台南开始采访大家历史名人，对因在生进前所住的所在，透过镜头甲因的情人描述，来找出因的生命故事。几位病人乌骹病厝，去到还未到就听到这病人哀嚎的声音。查某囝豆豆讲出50年代的台南，伊的爸爸王金和医师，大日拢为着治乌骹病病人无用试试。奉称作乌骹病之父的王金和，是这间厝迄个人其中一位主角。另外，阁有盐分地带文学代表作家吴新莹、
和台语音乐大师吴振怀。振怀，你对伊姓名可能真清楚。日本时代唯一的台湾籍家长牛道，阁有早期台南重要的生理人柯宗春，以及南台湾重要的画家刘克祥，拢总是这间厝迄个人记录底片中的主角。透过这一次的机会，透过这个房子，然后我们去看到这些人为台湾做的事情，然后台湾精神，我感觉实在是足好的，真感动的一个代志。台南这个所在，对这方面上重视，一寡名人有名的人，其实咱足侪人拢唔捌的，但是大家拢觉得伊这人其实对台湾做贡献。第一代台长卢东喜强调，这一系列的记录底片，先按台南去行，未来会继续记录和推广。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的最后，要带咱观众朋友来到越南看黄金饭店，也感谢你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看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新历的7月天气真热，现主时这季已经来到小暑。小暑汉字写作小暑，罗马字写作思要笑、思勿暑，笑甲暑拢是第2条。俗语讲小暑过，一日热3分，意思就是小暑过了后，日时会变短。不过天气煞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日头赤影影，千万唔通伫外口晒日。地汤爱淋雨液，较袂去热着，也是着沙。天气热，就会想要食冰。饲啊较接看到的有鳄鱼冰、台南讲是枝仔冰，还阁有田草冰、粉圆冰等等。人讲6月6，田草水美台目，就是咧讲这2项是热天体凉上赞的食物。小暑嘛是山影当咧大出的时，爱食山影冰的人会使趁即马好好啊享受。食冰凉凉真爽快。不过有时身体嘛会袂堪入，人讲食冰过气经，破病找医生。虽然讲食冰足爽，身体嘛是爱顾。因为热天时啊，大家拢爱食冰，伫台湾卖冰就真好趁食。毋只俗语会讲，
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意思就是讲，卖冰上好赚，过来才是医生。所以细仔我无人客来算命时，就会来卖冰讨赚。有一句甲小数坎坷的俗语讲：6月初1，一雷地交胎。意思是讲，若小数迄阵的旧历6月初1，无单雷公，安尼迄当一定会有风台来。这是民间传说的谚语，大家参考就好。溜小暑热着着沙，小暑过一日热3分。6月6，产草水美苔目，食冰顾气经，破病找医生。6月初1，一雷地交胎。听讲这阵啊，台南白河的莲花开甲水动动。我暗算要来去赏花万年纸。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